開始之前，簡單聲明，本影片只係個人觀點分享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好，我係 Funman 101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最近油價嘅睇法，以及特朗普可能喺伊朗戰爭中嘅策略。呢個話題好多人關心，尤其係對油價、通脹同地緣政治有興趣嘅朋友。首先，短期嚟講，因為戰爭帶嚟嘅不確定性，石油價格自然會上升，油股都有機會跟住上升。不過如果戰爭快結束，呢啲風險日價消失，油價就有機會回落到之前水平，唔會長期高企。短期波動完咗之後，市場會慢慢穩定。我哋可以睇返美國對委內瑞拉嘅做法。美國軍事介入之後，逐步控制咗委內瑞拉嘅石油出口同油輪，甚至向法院申請沒收油輪同1.8萬桶原油嘅所有權，由美國管理同處理。更重要係，美國將呢啲原油以較低價賣去印度等市場，透過呢啲安排影響全球油價。我認為，如果戰爭結束後，美國支持一個親美嘅新伊朗領導人，放寬制裁，增加伊朗對歐洲同美國嘅石油出口，美國就可以用類似嘅方式控制市場供應，令油價保持低位。同時，歐洲可以減少對俄羅斯石油嘅依賴，間接削弱俄羅斯收入，減少佢對烏克蘭戰爭嘅資金支持，有機會加快戰爭結束。控制伊朗同委內瑞拉嘅油源，不但只影響國際油價，對普通消費者同企業都有實際好處。油價保持低位，汽油、運輸成本同物流費用都會下降，令日常生活開支減少。對企業嚟講，生產成本下降有助盈利同投資信心。對投資者而言，市場波動減少，通脹預期降低，資金更容易流入股市同經濟活動，整體經濟穩定性提升。總括嚟講，即使戰爭短期推高油價，長遠睇，由於美國政策同地緣政治安排，加上全球供應增加，油價應該會保持低位，甚至有可能進一步下跌，從而降低美國同歐洲嘅通脹。簡單講，伊朗戰爭對特朗普嚟講就好似一箭三雕，壓低油價，第二，令俄羅斯同烏克蘭戰爭加快結束，第三，降低美國同歐洲嘅通脹。今集分享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加入 Funman 101，掃描畫面上面嘅 QR Code 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，我會第一時間分享市場觀點、投資思考同重要更新。你亦可以追蹤我嘅 Facebook 專頁 Funman 101，所有影片同文章都會喺上面持續更新。多謝你收睇。